还有这个泡面要来起价咯，而这个满汉大餐甲味味一品，这两款的泡面来调起就介绍了后，即摆佫传出讲维力一度赞嘛要起，也毋过业者对起价幅度甲起价时间拢也无回应。目前敢若是台酒的泡面确定袂来起价，也毋过台酒嘛讲，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真大，明年是毋是会起都毋真知咯。你好，欢迎你来家乐福。卖场人员赶紧将各种泡面拢补好甜。台湾人真爱食泡面，一年食超过8亿包。不过即马，大物件拢起价，想要食，可能要加开袂少钱。继味丹以及统一的泡面宣布要涨价之后呢，第3家要调整价格的传出来，就是维力的一度赞也传出即将调涨价格。上大先起价是满汉大餐，10月底就起价啊。过来是这个月17日，味丹嘛起价，两款面即马一碗拢差不多60块，起将近10%，连上方便上俗的泡面都起价，和消费者的生活压力是愈来愈大。反正觉得东西都大概涨个5块10块这样，起码基本的生活需求品应该要抑制。针对要起价风声，威力食品也未相关的回应。那另外有真侪人爱食台酒泡面，确定讲今年年底前未起价。确实有一些压力哈，对成本而言哈，我们还是愿意把它启动掉。至于明年的Q1，我们还需要观察。民生物资轮流地起价，专家估计讲明年头一季的物价压力会较回。不过茶米油盐这的民生用品恐惊无通搁遮俗啊！免怎照顾民众，这才是政府目前上个要紧的代志。